天鹅湖，新年天鹅湖风光节，要刚好遇到那个，你看月亮还很亮。哦，新年风光节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晚上9点半有这个投影表演。现在晚上很冷哦。明天晚上8点10分要有无人机表演，说超级寒流的，或者超级冷气团的，超级冷气团。你要多带衣服，戴帽子啊，真的有够凉的。新年风光节，好棒好棒哦！还有投影的表演好棒好棒哦！这边好没不对啊！又泡泡了。今天我有比较急买吗？新年的风光节啊！天鹅湖周围你看灯都亮，灯都很亮哦。你看，要刚好配合明月天上有明月。农历2月17了吧？16吧？是16还是17了？19的话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。可以拍到月亮，好棒哦！投影表演，晚上9点半。刚刚有拍了明天晚上8点10分无人机表演超级冷气团后来的话，请多带衣服、戴帽子